開啟雙社通網站或者手機應用程式，尋找外地僱員聘用許可服務，選取非專業外地僱員。進入服務之後，即可見到獲聘用許可嘅場所，系統會顯示將到期嘅許可數目。選取已續聘非專業外地僱員嘅場所之後，按下一步。喺已完成，會見到所有獲批准嘅外地僱員批示，可以喺指定批示按聘用許可續期，或者按申請全部聘用許可續期，一併將快到期嘅許可申請續期。按續期之後，即可開始填寫資料。喺申請實體資料中，請確保原批示獲聘外地僱員嘅實體名稱係咪同實體賬戶嘅最新名稱一致，同時亦都需要確定場所名稱，又或者場所地址係咪最新且正確無誤。如有變更，應先提交場所資料變更申請。更新最近營業時間等業務資料。按編輯確定法定代表人資料，法定代表人資料係咪最新及正確之後，再勾選是次申請嘅法定代表人。輸入今次申請嘅聯絡人同埋聯絡方式等資訊之後，可按下一頁。請確定場所清單資料係咪最新同埋正確。如有任何變更，應先提交場所資料變更。喺現有僱員職位薪金清單中，可選取新增僱員，輸入上一月僱員職位薪金資料，又或者匯入最後一份申請嘅資料，再進行更新。匯入之後，須按上一月最新僱員資料更新表單，亦都可以使用匯出匯入資料功能，上載已填寫嘅資料表。喺每月僱員資料中，系統會自動填上最後一份申請嘅資料，只需填上往後各月份嘅資料，亦都可以使用匯出匯入資料功能，上載已填寫嘅資料表。喺提供與外僱條件，按新增提供與外僱條件，輸入是次提供與已續聘外僱嘅合同條件。喺續期批示中，會顯示將到期嘅外僱名單，可逐一選取已續聘外僱職位同埋數目，又或者按全選，選取名單內所有人員之後，再按原聘用條件續聘，又或者按變更聘用條件去更改聘用條件。完成填寫僱員職位同埋基本報酬資料之後，可按下一頁。確定合同條件無誤後，可按下一頁。選取從事行業，再輸入有效准照資料，再輸入申請理由後，可按下一頁。輸入領取結果方式同埋聯絡資訊之後，再按指示上傳所需要嘅附件。最後，確定所填寫嘅各項資料係咪正確，有需要嘅時候可以下載附件，申請電子表格再作確認。確定資料無誤之後，就可以進行身份識別，選取今次申請嘅法定代表人，可選多名，開啟雙社通手機應用程式，掃碼進行身份識別之後，就成功提交申請啦。最後可以喺審批中查看申請嘅最新狀況同埋申請嘅詳細內容。
謝謝收看。倘有任何疑問，請於本局辦公時間內致電853-2833-6960查詢。